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解下呢個人工智能，英文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簡稱 AI 啦。我會盡量用一啲簡單易明嘅方法去解釋下人工智能對我哋大家有咩影響。大部分嘅打工人士咧就會擔心自己份工會唔會俾人工智能取代咗咧？公司老闆就會諗啦，人工智能係咪可以提高效率啦？跟住就增加收入啦。政府亦都要考慮人工智能嘅出現會對現今社會有咩影響，跟住就要計劃一下啦，做翻一啲相對嘅政策同埋行動。嗱，最後咧就會列出邊一啲工種係會比較容易被 AI 取代嘅。記得睇晒呢條片啦，如果中意嘅話，麻煩訂閱同埋俾個 like。究竟乜嘢係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或者 AI 啦？簡單咁講解一下，好似我哋用腦去做一啲嘢，譬如寫文章啦、計數啦，醫生同病人睇病啦，有人投資啦，有人做風險管理啦，而人工智能就利用電腦或者計算機去做頭先我講嘅嘢啦。當然，人工智能嘅定義咧，其實會複雜好多嘅。講下經濟同埋勞動方面，嗱 AI 會大幅提升生產效率。喺製造業咧，有智能嘅機械人，好似生產一架汽車咁樣。嗱，服務業咧就會有對應翻客戶嘅機械人。譬如你去銀行嘅櫃台咁樣，咁就會有一個智能嘅機械人幫你處理你需要嘅嘢。而飲食業咧有送餐嘅機械人，咁啲公司咧就可能可以降低成本。但係傳統嘅行業嘅工種咧就會逐漸流失，被機械人取替咗啊嘛，令到好多人咧就好自然咁就會擔心佢哋會失業啦。根據歷史嘅經驗，工業革命咧摧毀咗一啲舊嘅職位，但係咧亦都催生咗啲新嘅工種喎。所以大家要考慮下，諗下 AI 嘅進步同運用，一定要有教育去解釋點樣幫助現時啲工種，再加上一啲職業嘅培訓，咁咪可以做到人機合作嘅新情況咯。日常嘅生活 AI 嘅技術咧已經廣泛咁用喺智能家居嘅，好似係溫度調節咁啦，同埋邊度有人咧，啲燈就會自動着咁樣。嗱，手指紋咧就可以開關大門，洗衣機咧亦都可以設定嗰個時間咁自動運作。嗱，至於 Alexa 語音助手方面咧，譬如我哋洗緊菜或者洗緊碗咧，咁可以叫佢播放一啲唔同嘅音樂，收音機嘅電台啦，或者開冷氣，或者朝頭早可以叫佢開咖啡機。嗱，呢啲都對日常咧我哋嘅喺屋企要做嘅嘢咧，帶嚟咗好多嘅方便。但係過度依賴科技咧，就可能會削弱咗我哋用腦去自己諗嘢嘅能力咯。咁同埋當虛擬嘅機械人逐漸普及嘅時候咧，人與人之間嘅真實感情交流咧，亦都會相繼地減少㗎啦。因為 AI 喺決策或者係決定某些嘢嘅時候，個過程咧欠缺咗透明度。咁喺社會倫理方面咧，可能會出現咗有偏見同埋唔公平嘅情形。仲有大家會擔心自己嘅私隱會唔會遭遇到洩漏。咁政府咧就需要建立一個好完善嘅法則同埋監管嘅機制，確保呢個 AI 嘅應用係符合倫理嘅規範。總體而言
AI 對社會嘅影響咧係雙面嘅。一面我哋就歡迎呢啲新嘅技術，另一方面咧，我哋就要小心留意佢哋潛在嘅風險啦。跟住同大家講下兩款人工智能。近期好熱門嘅咧，一款係由中國杭州公司推出嘅 DeepSeek， 中文叫深度求索。另外一款咧就係推出有一段時間嘅，係由美國 OpenAI 公司嘅 ChatGPT 啦。DeepSeek 咧係一個開源嘅軟件嚟嘅。咁咩意思啊？開源咁即係話咧，佢呢個軟件咧入邊嘅有一個程序點樣運作啊咁樣嘅，咁係公開嘅，任何人都可以睇到啦，或者係修改佢咧，又或者跟住可以分享俾大家咁樣。舉個簡單嘅例子，譬如好似一個食譜咁嘅，如果佢話開源嘅話咧，咁邊個都可以睇到啲步驟啦，整咩先啊，整咩後咁樣樣，同埋用幾多調味料嘅。咁譬如話你覺得唔適合嘅，咁你可以改變下個煮法咁樣樣嘅。閉源咧就係唔公開嘅，只有嗰啲開發者啊，或者寫呢一個軟件嘅人，或者係公司內部指定嘅人先至可以睇到同埋進行修改咁樣。咁又係好似個廚師嘅食譜係秘笈嚟噶嘛，咁只有廚師或者佢啲指定嘅徒弟先至可以睇到入邊係用幾多料，點煮法啦。運行 AI 嘅模型咧係需要大量嘅計算資源，越多呢啲資源咧，個性能就更強，速度亦都更加快，個成本咧就越高。晶片咧就係計算嘅資源，佢哋分唔同等級，提供唔同嘅算力。AI 嘅能力咧，主要係靠算力同埋算法。乜嘢係算力？舉個例子，一個人去數一大堆糖，同一大班人去數呢堆糖，當然多人嘅數得快啲啦，但成本都大啲。輪到算法啦，可以解釋為一套指令啦，或者一啲步驟。又用翻食譜嘅例子，譬如你有3個爐頭，咁點樣去充分利用到佢咧？咁你就諗下第一步做咩，第二步做咩，跟住係會煮咩，另外又係煮咩咁樣，盡量做到咧，就係3個餸菜咧係差唔多時間，可以同一時間上台咁樣樣。兩款 AI 咧都有收費同埋免費嘅模式。收費嘅咧係會提供更強大嘅功能同埋服務，同時咧亦都確保技術可以持續咁發展落去。關於最新收費嘅價格咧，大家可以上佢哋個網。以下咧係列出咗5款喺中國嘅 AI， 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哋嘅發展。人工智能喺全球發展嘅前景係廣闊嘅，但亦都會產生唔同嘅挑戰。通過國際之間嘅合作、技術嘅創新、人才培養同埋倫理嘅規範咧，AI 係有望取得可以更大嘅突破，推動社會嘅經濟全面發展。呢度只係部分嘅行業，多謝大家睇呢條片同埋支持。